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5年1月23号，公元2018年3月9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在藏历神变节法会上呼吁藏人团结。达赖喇嘛尊者表示，对人类的未来感到非常乐观。司政呼吁国际组织对大昭寺火灾进行独立调查。西藏博物馆展开网上筹资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藏历正月16神变节祈愿大法会上，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大乘法院向各方信众教授佛法，并在法会上呼吁境内外藏人不分地域、不分教派要团结一致。3月2号，藏历正月16神变节当天，达赖喇嘛尊者按照西藏传统，在举行神变节祈愿大法会上，向数千名来自达兰萨拉、喜马拉雅地区的信众，以及最近到达印度的境内朝圣藏人，教授了佛陀本身故事和缘起善等妙法。达赖喇嘛尊者在法会上呼吁西藏各教派和地区等之间要保持和睦相处，共同弘扬佛法，以及西藏自由事业共同努力。尊者表示，在过去，西藏有一些寺院因教派之分互相斗争，但是现在是21世纪，这种教派间出现冲突和仇视是过时的，也是很落后的思想行为。尊者指出，藏传佛教分许多不同教派，仅仅因为表面上微小的区别，有时会出现互相歧视的现象。尊者指出，藏传佛教分许多不同教派，仅仅因为表面上的微小区别，有时会出现互相歧视的现象。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对佛法的了解不深，才产生各学派间的偏见。对区域的盲目忠诚也是如此。几个世纪以来，维持西藏3区的人民纽带着基于团结，因此我们应该把团结作为一个神圣的责任。总之，从区域上来说，西藏3区的团结极为重要。从宗教上来说，萨迦、格律、宁玛、格鲁、久南以及本教，大家应该要保持和谐。藏人流亡印度后，因为各学派的领袖和商事间的良好互动，大家能够和睦相处，对境内也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境内同胞不分区域，团结一致，同为佛陀的追随者，各教派间更保持和睦相处是非常重要的。随后，达赖喇嘛尊者向各方信众传授了公元14世纪西藏伟大的佛学家、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所著的《缘起善》。此外，藏传佛教不同教派尼师共同在达兰萨拉为达赖喇嘛尊者举行长寿祈愿仪轨。来自印度、尼泊尔、不丹的藏传佛教4大教派和雍中本教等各大教派的40多座寺院，875名尼师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大乘法院为达赖喇嘛尊者进行长寿祈愿仪轨。达赖喇嘛尊者在长寿祈愿仪轨上表示，今天的这个长寿仪轨是由藏传佛教5个教派的尼师们共同举办的，这确实值得赞许。现在藏传佛教中，尼师也可以获得格系学位，我为此感到自豪，并鼓励你们在学佛过程中追求最高的学位。达赖喇嘛尊者还表示，藏传佛教传遍了整个西藏，但是许多藏人只是盲目追随以及盲目信仰。我们流亡印度后，重新建立了各教派寺院和尼师庵，鼓励僧尼们继续学习佛陀教育，而不是盲目追随。尊者最后表示，你们需要继续在弘扬佛法上做出不懈的努力。尽管长寿仪轨场面有多么隆重，但是对我来说，最好的长寿仪轨也最有意义的就是你们对佛法上做出的努力。我虽然已经老了，但是我感觉到我还能为弘扬佛法坚持10至20年。另外，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一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接见了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国的佛教信徒。尊者在发言时强调，对于人类的未来感到非常乐观。3月5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大乘法院接见了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国的佛教信徒，
这些信众包括来自加拿大、德国、俄罗斯、波兰等50多个国家，600多名信徒。达赖喇嘛尊者在当天的接见上述信众时表示，关于人类的未来，我感到非常乐观。我作为70亿人类中的一员，对此做出一些努力。尊者指出，当前人类在面对政治、经济、宗教和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的互相关联，使国界、宗教等这些概念显得毫无意义。尊者进一步指出，当前我们要为世界的共同利益而努力，而不仅仅是为了各自的国家或宗教团体。达赖喇嘛尊者强调，和平是幸福，是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相反，战争是毁灭和痛苦的种子。达赖喇嘛尊者表示，在20世纪初，当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发动战争时，每个公民都要参加。从而20世纪后期，这种情况不存在。许多美国人反对战争，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数百万人表达了对和平的渴望。因此，我认为人类的思维变得更成熟了。达赖喇嘛尊者还提出，如果需要和平幸福，人类通过行动来争取，而不是简单的祈祷。21世纪可以带来积极的改变。为了带来改变，我们就从现在必须做出努力。这不是通过祈祷，而是通过行动。21世纪是一个对话的时期，以对话解决问题。另外，2018年2月17日下午6点40分，西藏首府拉萨大昭寺发生火灾。一些消息来源指出，这场火灾对这座拥有1300年历史的古刹和许多珍贵的建筑、壁画、文物造成了巨大的毁坏。由于大昭寺是藏传佛教中最神圣的佛殿，也是政治上最敏感的地位之一，因此在大昭寺发生火灾后，中共当局对其这事件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使得外界无法获知火灾对这座千年古刹造成的毁坏程度和起因等方面更详细的情况。即使在火灾发生数周后，仍然没有任何中共官方对此次发生火灾的原因以及造成损坏方面的具体消息。而中国政府的这种无言的沉默，不仅让藏人感到忧虑，也让国际社会担忧。在得知大昭寺火灾进一步的消息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森格对其事件深表关切，并敦促国际社会对火灾起因进行公正透明的调查，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查火灾对世界文化遗产大昭寺造成的损坏。司政表示，由于中国政府极力封锁有关对大昭寺火灾消息，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立即派遣相关官员和专业人士以及国际记者前往西藏拉萨进行独立调查。司政还谴责中国政府在发生如此严重的火灾后，还极力封锁消息，这对西藏更是雪上加霜。同时赞同西藏观察家和藏学家对大昭寺火灾表达的担忧和关切。据藏人行政中央获得的最新消息显示，火灾造成的危害比最初估计的要严重得多。尽管有消息指出，大昭寺镇寺至宝佛祖释迦牟尼12岁等神像完好无损，但是释迦牟尼佛殿内环绕四周的21尊佛像以及壁画和唐卡等珍贵的历史文物已遭到了严重的毁坏。火灾还对大昭寺内4间佛殿造成巨大的损坏，其中包括吉祥天女殿和松赞干布殿，以及藏有许多西藏佛教学者的文物、经文和论点的佛殿等。这些在60年代文革中幸存下来的佛殿，却在2月17日的火灾中遭受巨大的毁坏。此外，据消息人士指出，大昭寺释迦牟尼殿中14尊佛像已被烧毁，目前无法确定损坏程度。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公元14世纪，有宗喀巴大师用纯金制成的悬挂在佛祖释迦牟尼12岁等神像上方。在文革期间幸免于难的华盖已遭焚毁。据悉，在大火扑灭后，中国国家文物局组成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将负责监督大昭寺重要文物的保护和事故调查工作。据该委员会初步估计，
火灾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30至50亿人民币。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能源开发处于近日在网上展开西藏新博物馆建设项目筹资活动。这一网上筹资活动是由藏人行政中央首次发行，捐款活动将持续50天。此次网上筹资的目的是为建立新的西藏博物馆各项建设项目筹集资金，以及提高公众对藏人行政中央开发西藏文化保护项目之一的全新认识。新的西藏博物馆在保存西藏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向世界传播真实的西藏，并将成为全球藏学家和研究人员的活动中心。对于任何建设项目，资金是必不可少的。目前，西藏博物馆已筹集了50%的建设资金，因此，我们希望关心西藏民族和西藏文化的团体和个人踊跃捐款。此外，西藏博物馆也发布了一部由藏人行政中央司长洛桑森格、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以及西藏博物馆馆长等主持的3分钟筹资计划视频。观众朋友们，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